甲卡罗风台带来大水祸，高雄的桃园的明北溪路便桥是又搁冲歹去，山区的居民即马是发起拒绝物资支援来抗议，因诉求讲爱替因起一条安全对外的车路。另外，这波西南气流嘛，互詹文水库水头的雨量超过一座南化水库的水量。像一阵仔大底詹文水库，即马欠水量是已经达到要5成。拜六早起，高雄市议员高中德甲在地里长等人开会成立自救会，也表达柔性抗议的诉求，强调族人无爱物资，爱安全通行道路。这个软性的一个所谓的抗争啊。卡罗风台后明白溪路桥西桥墩路海去南海公路为台东方向不多进出，桃园区内尾山。那忽然后行李这3日个正做高岛，虽然有14件物资，按过族人认为风雨大都可能和当地正做高岛10几年来拢共款。我们希望在经过这次的风灾，我们的国人还有我们的政府能够汲取教训，也就是说，安全跟人权是绝对是可以兼得的。需要物资啊，是我们不接受，因为我们这2天公路段能够把我们那个路抢修啊，其实可以抢修了，他们有他们的自己的做法。嘉兴干部段是表示，车辆早起天气变好，已经在畅通，按算10时会临时通行。陆陆续续，我们会进驻10台的一个挖土机来进行同时的一个施工。台南乡村滨海游乐区也被休困6天，因为进前杜苏芮风台冲破沙洲海水倒灌，缺口无修好，各户8楼冲破，海水引入园区。预计8月休园到8月10号，它每天的潮汐都不一样。像遇到那一天的那个年度大潮的时候，就我们的木栈道就水深极凶了。这摆西南气流也和水库大进步，南部上大闸门水库集水区2天来落差不多300毫米的雨量，蓄水率超过4成。今天早上9点的蓄水率是46.7%，那蓄水量大概是2.36亿左右的一个蓄水量。全台最近天候只剩台南市嘉义县市维持减下降水的黄灯，居民渴望落雨，雨水库蓄水量增加，降水无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